สาธุเจริญอุปยิอุปเสกวัติกงจิเลอาสุโลเก่งจิเลอาสุโลนี่ยาววัดจุจิจีว่ากงหลังน่ะสิกงอาจิจิกะอำจำที่ขี้เซ็งเตโบดีอยู่โบหามิหลังกง像个喷气清动就那那喷起来呀พุทธิเพ่ง像个啥子阿苏罗呢所以人来家庭啦有真耐那是安尼样会使讲阿苏罗来就物件无正就伊即个做款把伊意思要去出世阿苏罗的人也是无正就伊是阿苏罗把你来出世了伊伫炸啲阿蘇羅的幸果啲有啲即边了我有讲阿苏罗的事了他那我条地府自己我有讲即个即条经叫做阿拉瓦加苏塔，阿拉瓦加苏塔是正一个阿苏罗，大伫这树丛骹佛有伫世间的点声，16年了佛成觉悟了后，佛才会点声，佛自己去伫一个所在叫做阿拉维，这个阿拉维的正就是讲，大伫这印度大山有一个国家那边阿拉维一个所在，了那边有一个王，伊人伊人佢自己做老雀，所以人做老雀拍啦了嚟叫伊人斗位一只鹿，了佢哋鹿乃是走出一個位，佢哋人就要掠一個鹿，了拄好一只鹿出來啲啲王嘅位了，王對了到甲一個所在，大啲巴王看哦，伊像伊家己一人。了安尼掠着一只鹿了后，真正喘，了就走去伫咧树丛骹，拄好即条从后树丛骹就是即个阿拉维即个阿苏罗做寿伫遐边，他顶你看，安怎讲啊？有个人讲，安怎到伫树丛骹红光一大，即个是叫做 different dimension， 即个dimension 的话，我未晓讲是。当人玩就讲，特别dimension真正来落款的物件，伊就是讲无相，但是你看啦，地个，咱这五鬼本大伫咱这个世间，特别人大的dimension无相，你看啦是讲要看是鬼还是人，你看伊骹无踏着地，伊人是 different dimension， 伊人大伫遐边所在。所以今日我就讲这个是阿拉维的这苏达，这条经是佛讲的。有一日了这个王就去拍啦，了对了走去咧树丛骹，就只走去树丛骹了，就去黑川里边，就那是去到咧树丛骹，定就死的。因为这个阿苏罗，伊是啥一个红光，伊是专门去食这物，就那是往来这树丛骹，伊是摕掠来食，所以就王就去徛伫遐边呢，伊出来了。伊讲：哦，马哈拉加，你唔通走，今日你是我鸟只。了就王就看着，哎呀，这个安尼上来了，惨了，可怜解讲啦，写我无罪啦，我唔知。哦，无写无罪，今日我是要食你了。了讲：哎呀，你唔通食我啦，今日我拍一只鹿，啊无你食一只鹿啦。我有权通食，你甲参一只鹿了。佛这个王讨论甲讲真甲伊讲，你唔通食我，特别呢，你若是放我去呢，我日会安搭一个人来啊。了伊讲，到若是安尼，你拼安尼就好；若是你一日若是无安搭一个人来互我食，我定就是要去找你，要食你。所以按照做这王就摊转起来去讲。这起鸟听讲，哎呀，我安尼哦，互这个阿苏罗掠着了，他那我偏讲日要安搭一个人去，所以这王甲这起鸟巴甲虾米啊，就带伫骹骨间，伊会使出，会使转啊，特别伊着伊工课就要掠一个碗잔，淡薄鸟食，要去伫树丛骹，上去摆拿豆光安尼，来去到迄边迄个。迄个沙拉人是无对啦，互即个阿苏罗食去，所以安尼哦，伊达
逐人去啊，无短，尾来逐人知，毋通哦，若是咧，恁来去大卡古经了，也就往叫你去验物件去是无短，三百尾来卡古经无半人了，这饲这些妹啊，伊饲条的这个只官，就拍算讲安怎做啊？咧人讲啊，无咱来互一个囡仔。出人把路出事了诶！伊这个阿苏罗是算人呀，伊无插过大细，所以未来人就往诶连讲啊，住有囡仔就要好，逐人查某见有囝走，毋敢大伫咧搏干，所以未来家己囡仔本无沙拉，人本无了，就往本身诶家己诶囝是一个太子来。特别这个太子，今日伊来出世做太子，就是伊正事有做好。若是安尼人有做好，安尼伊有做好一个因果，这功德上较贵人。了，这个人，这个囡仔来出世做太子，伊做真正最好，伊即时要来继任着伊个国家，所以来出世的时，9点声就要去互这阿苏罗食是，佛进来天官逐个，咱的佛世尊，不管是起来。观伊叫 The Trance of Compassion Mahakaruna， 伊观看今日我要度一罪，你看到到底这阿拉维今日这个太子要互这个阿苏罗食，伊就安怎去看到哇，这个太子的功德真正大，这个阿苏罗名伊来出世做阿苏罗，伊真是有做好，特别人做好圣地无假，今日你看伊袂通去天顶，伊来出世到底地阳光，了再去出世甲安尼压咬啥这阿苏罗安尼歹安尼恶一个，所以佛在讲今日这阿苏罗要谈一个罗汉，了一个太子本是伊神经识了，好佛要去度，佛用心当力。食饱饭11点几12点食饭了后，伊用伊行动力，就去伫迄个所在30里，到伫印度大山去到迄边个所在，到迄边个时，本是真正暗了下晡时，所以到迄边个时啊，伊拄好咱的这个阿拉瓦，这阿拉瓦加这个阿苏罗。伊去开会伫印度大山，你话这红光本是不管是久开会，一个开大会，拢总的红光神明神去伫大山迄边去开会。And then 伊做一个这个阿苏罗本真有力有行动力，伊本有通去迄边，了伊的厝呢，到伫咧树丛骹是伊有一个人叫伊一个本是叫做阿苏罗就啊，伊较假，特别伊心较好较软。伊名甘达巴啊，嘎达巴就是讲啊，这个阿苏罗的这啥请人伫高野厝，都大伫迄边伫高厝。了下晡佛就到了后，佛看到这个嘎达巴，伊就讲啊，这嘎达巴啊，我想要来吓一枚伫这边。了这嘎达巴就讲，哎呀，佛世尊啊！你安怎敢来安尼暗的所在这边？这阿拉瓦加真正出名，伊的牙齿伊的歹啊，伊甲人真正红人，对伊的爸母伊本无拍插，所以乃是世间的人来对爸母讲心化，样本是像甲这阿苏罗安尼。伊讲对爸母伊本无留情哦，伊真正歹啊。第二道佛个甲伊讲。嘎达巴，若是讲啊，我无做乱着你，我希望讲你会互我困一暝这边。讲佛世尊啊，你毋通来困这边啊！这个我的头家啊，会歹啊，就来本来伊无留情啊，伊吃伊食。第三道佛陀，伊讲嘎巴拉啊这。嘎达巴，伊讲你毋使烦恼，我袂虾米事，了你互我困一暝。伊讲佛世尊，甲恁来强要困啊，是你的代志啊，有虾米事毋是我。特别我是安尼，若是我互你困啊，他等一对来，伊甲你袂吹沙沙，甲我也吹沙沙，我本来生命本无啊，毋通啊，独龙啊。
咱强强要困呢，我他那就要来去找伊去甲伊讨灵。了父讲好，甲拉巴你去讨灵。咯，这边呢，伊人是阿苏罗，伊人是红光咧，噗一边无呢，这就去到咧印度大山。印度大山隆重在红光神明伫开会，所以伊骗去那边，伊看到伊头家，伊就甲头家讲。你厝来一个回响，伊是佛世尊，了伊点点特别大类厝，安尼尔无讲半项话，安尼尔大向边一起生地，伊惊安尼哈咪说啲红光开会，人坐红光安尼坐，了伊是惊咩？伊说惊见笑啊，讲。无灵无虾米，安怎一个人加入我的厝？了伊骂伊这嘎达巴，你点迄边，你话无去，disappear 变无，就噗！伊讲我会加死，我要转去加死伊。安尼尔你看，小块物件呢，伊身体直起。了这边嘎达巴去讲来头家时，这边看佛。到底咧树张卡，伊用天眼伊看到迄个厝，咧一个阿苏罗的厝。咱有时看这树张卡大树张，咱有当时去到迄边啊，青青，这个就是有物件。所以这个你看，伊无用天眼看到，看到这阿苏罗的厝。树张卡呢，伊看了，佛用神动力开的厝，这开的厝呢，伊入去。那边有这个王殿，那边有这个伊某真正济某，这阿苏罗的查某甲了拢总有，安尼佛行入去的白的厝，坐伫这个王殿，坐这王殿了，佛就伫出关了，这查某这大伫房间，我手张开得咯，这房间，特别有入去真正大，所以安尼哈咪属伊是白人呢。所以就看到安尼大、安尼老、安尼水嘅，等伊就出关了啊！这房间这伊查某啦，伊厝嘅人拢总出来看到佛跪拜行礼，然后佛讲经互这个阿苏罗查某正拢总讲经啲半段伊教了，伊心动来教了，伊就来伊未来嘅时。大啲香饼啲开会未了，伊个唔敢走。大啲香饼拄好个两个红光，这两个红光是故事我大啲这个西龙我捌讲伊故事。Saptagiri and 希玛瓦达，这个故事我大啲西龙我捌讲这两个红光的事。头一道伊人来听经，这个咱这个两个是伊人是正较大过红光，较大过这个阿苏罗，所以伊本。过这个所在，这个阿苏罗的树丛，伊过落去的时，伊再讲佛大伫这个阿苏罗的厝，了这两个红光落来，行礼貌甲佛，了就安尼讨甲佛讲，我人要去attend meeting，就去到迄边印度大山，看到这个阿苏罗阿拉瓦加，讲阿拉瓦加讲，哇，你真才气啊，你厝佛世尊来听开你的厝啊，伊入去你厝。安尼尔，你看淡仔伊个做工人来讲啊，伊就起哄啊。睇那这两个红光较大过伊，去在这两个红光入去的时啊，要去开会的时啊，这个阿拉瓦加就起来行礼，甲这个两个红光，了伊为伊坐位，佮就要鸟互这两个红光，伊去坐别个位较低的位。所以你看这两个红光来讲，伊恭喜伊，安尼伊本起升地。伊起身地了大官啦，哈咪说淡仔伊卖互咧，伊工人讲大声，佮卖佮讲佛来我的厝哈咪安怎，他那这两个红光，佮讲你真正大才气，这个佛啊，毋是平常人啊，伊是正等正觉，伊是一个神仙啊，加只人加只红光。你真正大才气，毋知你做虾米好？伊今日会来入去咧厝，要来无代表是要来道路。安尼尔，伊起个身地甲参拜，迄个开会啊，人讲你看，你人若是讲捌
参这社会，有时伫面顶若是一个人啊，伊性地上甲贵了，伊大伫面顶啊，迄个面顶袂成功。所以今日你看即个即两个人讲俄罗婚啊，伊讲，哼，你伫俄罗即个会相，虾米会相来？伊嘛是人，两支骹一个头壳，两支手，虾米通特别？我较厉害过伊人。你看这人甲了是我的鸟食，一个我拆来食。这个人啊，无讲啊，你看我转去我拆伊来食，所以伊个性地上个鬼，安尼呀，伊嚷来嚷来嚷去嚷来去，开花山无结尾。那时候那一个人讲一乱性地去啊，规个家本乱个了。所以今日你看伊开花，红光的花本未成功。伊这福建的再来讲啊 ，all the confusion and the yakas departed in this area， 拢将红光转去个了山顶，因为伊面顶伊花本无结尾，就到甲厝了呢，伊叫伊这啥物啊？这鬼啦、妖精啦、妖怪啦，水八千个有伊的厝，这有伊的厝了呢，你看。伊性地真正贵啊！微包的厝，意思是讲要赶佛出来，赶佛出要加死这个佛。伊讲这个要加死这个人，无拖我连加在入来我的厝。and then 伊有行动力，伊安怎做？头一项伊出这行动力，伊出，互伊风直直加，三摆啊，会使讲水牛啊、树长本会。可以抓起来，伊做这个风，做这个 whirlwind 安尼，直直碰安尼，碰了意思是讲啊，会拖出不打出来。特别这个伊做的时是大伫天，了慢慢的风直直落，直直落，直直落，来到下底啊，伊风连叮当忽的加势尾本无，所以大点点再看，哎呀，我做安尼佫未成功。性地国较紧，有个人啊，人讲食，伊是定个人，如无成功，伊入去性地，就第二道伊做虾米？伊 create 啊落雨，伊雨毋是一条一条的水安尼，从顶巴啲落来，啪啦啪啦啪啦啪啲这个所在，意思是讲啊，要浸死佛。有行动力，伊出啲行动力，个了就对啦。特别这个隆重的风，隆重落来，高佛下底啊，像甲这个天边的露水的水安尼，像流安尼就落来。哎呀，伊看到安尼做安尼，佫未成功，佫未赶这个人出，人讲伊啊 ，mad with fury 啊，火本要舞起来啊。became very ferocious and 伊即过伊咩啊 flaming boulders 啊，一粒大的马肚像啊咧像火山伫爆炸呢，大伫天顶落来 bling 嘛，落来到下底大伫佛下底呢，高佛的位拢总变做一棵的花伫家老，所以三项了伊做卖，你看伊人真正恶，真正歹卖。第四项伊做虾米啊？背刀啦，这刀啦、剑啦、钳啦、这镊啦，这虾米？甲了武剑，不是古早的武剑，达的武剑，补个红，像讲摕啲火团把你出来，背啲安尼后，啲落啲头，忽的安尼啲头壳直直落来过来，高到向边，高到忽的位呢，无高喺头壳顶落来高嘅呢，达呢边。本是花一蕊的花伫家老，第四项你看伊做讲，哎呀袂使。第五项啊 ，utterly exhausted， 像个起个烧个三摆无力了。佛教的时做第五项，伊出啥物啊？火将伊出啥物？火团，大热的火团，白热像咧过了呢。规摆安尼伫落来伫佛的头壳，and 个火团高佛的头壳顶落来头壳是像蒙阿不落 ，jasmine flower 像人吊地人稻花伫佛的骹尾安尼样。你第六项
伊讲 blind with rage 了，伊笑伊起身地个时候，黑暗，虾米边行本看无了，然佛教的时啊，伊堕落就恢复。你人生富贵加倍，早起富个下晡你恢复个种抓，堕落来，水落嚟安尼啲掉落来啲佛嘅头壳，这个变做虾米啊？你捧茶粉落来啦，就未做半行，第六行。第7行啊，伊好像在山坡的山发生，那个山会使讲啊，像规粒山的山呢，抓的山到底得失，安尼直落来，这个山本是变做咩啊？捧茶粉的呢，这山也是直落来。第8行伊做了，出教的时啊，8行未用了，出教的时啊，伊变虾米啊？黑暗，你知有就好看的黑暗者，一粒黑暗，看了真正刺激，真正惊。虾米本无，你春秋你本看咧，秋本无，虾米白样不无？伊 create 真正大 sinister intense darkness surround 伊规个厝甲了，连佛伫那边，特别搞到咧伊黑暗安尼直落来甲下底啊，上间咧。天光啊，日头起咧，暗暝咧黑暗，直无去，所以搞到下底无黑暗，光像日头出安尼样。9行伊未做半行了，佛教的时啊，阿莫话伊讲啊 ，shaken with failures 啥做到啥规上古准个了，佫未拍倒一个人，伊用伊是咧。军将甲了，拢总是啥物啊？即鬼啦、妖怪啦，拢总有人要看上暗啊，上个魔王伫做佛，伊要佛一命要成功的时，拢总变做妖精妖怪的面，看了本刺激，and 伫讲，and 几点钟一讲，6点钟伫讲咧，叫伊伫走这边，and 未做半行，拢总未做半行。几点钟伊人安尼去做，佫 still 未做半行，这个无路了。伊讲啊，我剩一行尔，这个一行啊，佛经会再来啊。你人若要读这个故事，你人去读这阿拉瓦加苏达是经来，伊喺面这条经，他等我听你看，不打讲经来听安怎样？伊这个出这第10行是杜萨วุดดา这杜萨วุดดา就是叫阿莫话讲 annihilator， 别，咱若是要想讲啊，要讲一个啥，他那的话是啥物啊？啥原子大战落来是无人救了，无通救了。像你看落咧，希鲁，像日本啊，经过落咧哪粒，拢总是300千迄个人，无一个人活。然后较尾有个人有活，特别唔正有人，所以要用一个叫做 annihilator。伊个 annihilator 要出的时啊，安尼啲命鬼名啊，天顶甲了红光，扎拢总伫看。哎呀，这个你看，喏伫出功夫。特别咱袂使讲喏人伫斗法啫，你看佛无斗法，他电话讲我听虾米事，无斗法，伊伫出一法呢。佛大点坐伫那边，安尼大，了只查某伫坐伫听一经，大点，所以出一个啊，变啥物？变只七家部落来一个佛的头壳呢。到这安尼样，伊再讲第一遍的物件，我本未拍倒伊了。像人讲导航，特别若是人导航拍输啊，人唔敢讲大话。这个人安尼一生地安尼拍伊安尼红人拍输人个讲大话，所以看这个拍佛未拍倒了，伊安怎想？这个人安怎我达的人讲虾米本惊我？安怎这个人我做达行未成功？了伊观看佛用虾米武剑教我？安尼看到佛用这个。忍辱吞忍甲自卑，伊看到忍辱吞忍了自卑，
所以这边啊，咱咧看呀。你人若是讲啊，淡妈我去伫咱那人嘅厝啊有烦恼啊，讲你人若是袂晓坐禅，你人坐点点观即个慈悲嘅禅，你人若是会晓坐点点想慈悲，你人实在啊是真正高嘅人。安怎观慈悲？你坐落去，你知，互我平安，互我唔通起生地，互我无病痛，互我快乐。第二项观，互我嘅某，互我嘅囝，互我嘅爸，我嘅妈，拢总住伫厝内，拢总平安，拢总唔通起生地，拢总无病痛，互我嘅隔壁厝边，甲规家人像安尼，互拢总平安，互拢总马来西亚人，互拢总全世界嘅人。平安无病痛，安尼营养你看唔使坐禅，你 just keep on thinking， 直想安尼样，你就是伫观慈悲禅，互伊人拢总甲了平安，无病痛，无生地，拢总真正快乐。安尼落来看，互拢总一个阿玛努萨，阿玛努萨是啥物啊？毋是人，毋是人是啥物啊？妖精妖怪。餓鬼禽獸，互伊人攏總平安，無病痛，無起生地，攏總快樂，有通食，有通穿。then 觀個，互天頂攏總紅光，安尼直直觀了，個 start 個一下，了個了個 start 個一下，你人會做一日半點鐘，早起半點鐘紅，你人10月8日。會趁着11項嘅好，頭一項嘅好是蝦米？唔使聽睇甲聽睇甲後事，即時你人睇下你啲對，你做了做了2、3年啊，是3、4年，你看頭一項嘅利益是蝦米？你逐個困嘅時真正爽，你困，有個人困了爬來爬去，亂甲袂講，自己敢聽。睇見壞，睇見流吹暖，睇見爆吹氣，爬來爬去，即個 sleeps uncomfortably， 即個頭一項嘅利益，伊困嘅時真正爽，真正咧 sleeps comfortably。第二項啊嘅利益，伊困起嘅時啊，伊真正爽。有個人困起人暗沉，阿莫話講 get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bed。了，你若師傅自己那目睭無緊去打到伊尾，你慘，伊要查落，你要白路了。所以這愛寫字，這個是阿莫話講你筋無跌，所以這個就是伊困起嘅時會筋無跌。特別若是你 practice 慈悲嘅禪，這第二利益，你逐個困起你筋真正跌咯，逐個聲，逐項真正快樂。第三項，伊若是困嘅點聲，伊毋捌忙到跋倒落去，也是鬼堆嘅老虎堆。伊忙着攏總是啥水嘅物件，我去花園，我看仙女，我看查甫，攏總真正好，我看着我嘅媽安怎樣，攏總 no evil dreams。第四項啊，去倒落啊，逐人真正沙樣伊，因為蝦米事，伊點點做即個慈悲禪，伊毋加沙樣真正濟，逐人看着，有個人你看，伊毋加沙樣濟啊，你看着，我毋捌伊，但係我真正愛做朋友，毋是水。水無相，有個查某水，特別無慈悲嘅，無人緣，你看伊毋通去啦。你看伊水是水啦，特別毋知啥好無呢，毋通去。特別即個若是無加西人嘅人啊，真正來咯，你去了啊，伊無水，特別你真正愛做朋友甲伊。啊，這就是講啊 ，dear to humans。第5項 non-humans 真正屬甲伊。你看這 non-humans 係咩啊？毋是人。看到伊啊，遠看到伊真正輸甲，真正沙樣嘅。按這邊啊，福建嘅再來有幾那個故事，一條故事我講短短，一個和尚名做韋薩格。韋薩格啊，伊是一個好嘅人，住喺印度。了尾來伊聽經了，伊明白伊出家了伊去石浪了伊去坐禪了伊教5年了後，伊入巴嘅時，伊教到8間嘅時，伊看到6條路，7條路要去啲倒落，7條去倒落。然後伊看了，伊毋捌去嗰個所在，伊毋知講，哎呀，我要去倒落。了，伊啲想要去倒落，有一
声解讲，阮伫咧倒手边的路，安尼知是红公讲来听，安尼虾米事？伊逐个伫训练这自闭，咧到迄边一大了去，阮这倒手边一去，看到一个暗囝，了伊去大了4个月。这若是讲伫修行的会上，袂使大久久一个所在，大久久一个所在一边执着。所以尾来伊就4个月，伊要走，就要走的时候，一日伊伫偷食了，转来伊去捡的物件，这边去捡的物件，北的外面，伊听到查某伫吼，安尼虾米事人吼，爸都无半项，所以伊问讲猪伫吼，伊讲我虾米猪来，我是一个神，一个红光大伫这边，虾米事路吼，万地安尼你要离开这个所在。我离开这个所在有虾米意思？虾米意思？你来好？你讲你大伫这边的所在，安尼你真正自闭，这边红光拢总所变好。你若是离开这个所在，这边的这掌心红光拢总赤白白，我本正凄惨。那到若是安尼，我大，要尾来一大了，佫加几个月，伊佫要走，过后。尾来一大到尾来结尾一潭死过落汉大伫迄个所在，所以你看红光身边真正高，伊去到落伊人高，伊甲了即个就是讲第5项 non-human beings 红光地心，那这些自闭神啊，买关碰起塔路坎坷啦，点赶即个我要做安尼就好。and 你看红光身边高路，虾米所以人要高路？这做红光，保施未贪保施，修戒未贪修戒，借钱你要借钱，钱你点点去冲敌你，了你安怎去保施修戒借钱坎坷？所以人教虾米较好啊？教做好的人，所以人爱讲的。So they got him 第7，我他妈有大弟迄边我有讲，你看福建的豺人，要叫我讲故事啊，无这practice 自闭啊。人系毒药要互你食，未食，食了未死，火烧未。但嘛我讲一个忽个点声，一个查某拿咧滚滚的油淋落咧查某这头壳，特别安尼咧查某渐渐去关这个自闭，流咧伊油冻着伊头壳的时，冷了，你看人拍伊查某干，讲安怎你敢做我头家娘安尼，你拿滚滚的油淋拍伊。and then 伊拢伊自闭，伊叫只查某干，袂使做。这个查某是斗骹手啊，虾米属于斗骹手？伊这查某来教我大埔人2礼拜，来困到我大埔人2礼拜。我今日才会趁保险2礼拜，我想你人唔敢做安尼样，请查某来教你大埔人，了你来去保险，但忽的点声有，你要听伊故事，听到我讲这条故事，若要讲就4、5日才会了。看伊人保死人做，and then 这查某在尾一醒了的时，才讲，哎呀，原来我伫食错甲这个查某唔对，这查某是头家，伊互我15,000来教伊查甫人，今日我来摕油来淋伊跪落，哎呀，小姐写我无罪，伊讲你教我讨写无罪无路用，你就要讨甲我阿爸，你阿爸我知住你阿爸命本呀，伊讲，你阿爸唔是，你阿爸是。即世的阿爸，我爱你去回唔到到我的天顶的阿爸，圣人的阿爸，那圣人阿爸就最佛世尊，我去到落找伊，妈在我保时一来，你来回唔到，and then 你看伊看成到接尾来一个歹查某变好，and 大日保时，今日这个查某大伫天顶做红光。所以这个就是 poison 火水未害伊。第8项，伊若是要借钱，伊看咧目睭尔，伊入中了。伊若是借这自闭神借到嘅 easily concentrated mind。第9项，伊嘅面型啊，你看了，你愈想你愈西洋嘅面，唔是讲水。伊是人讲的，唔加西洋，直出，直看，直想，直出，直想，你看伊真正自闭的人。and then 第10项，伊若是要断开的点声，伊的心袂乱想。袂乱想是咩名？就是伊逐个伫去善人，所以伊要第11项，
伊要去出世台湾天，唔使有时安尼，你讲看，真正会呢？你人是讲会无？特别坐伫房间，你人想好啊？无啦！哎呀，我唔知今日 TV 唔知出虾米，唔知了未？我看到甲这边，看到迄边，啊了落来安怎样？他边位想我马族啊，我马仔来看，我去叫出去来，今日礼拜看看，有诶你打波讲，我要去拍山都马林，我就出去安尼。所以这个是 idleness is the devil's workshop。阿莫话讲啊。闲嘅事啊，你无爱管好嘅物件，你爱管啥物啊？拢总是做恶嘅物件。所以若是你，伊这个阿拉我甲看到到底安怎袂拍这个人刀？原来就是讲啊，伊啲伊这个主笔太强，所以伊像啊，到伊来主笔西红，我要安怎做喺无主笔？你看到啥物啊？做喺起红。所以你人来 practice 主笔啊，你人未起圣地啊，驚那是咩路？路加咩話？你講你看路你知無？你人會做安尼未？驚咩路？死鬼啊！你靠車往路死哦！我那是知路安尼歹哦，細漢嘅時我係看我頂路死啊，唔使路安尼大。這個就是伊本上弱了，如果是弱唔對，特別你看，伊未來看。因为这个人就比虾米这个我只出的功夫，甲了未拍到伊，他那我要来做可以起红，到伊若是起红，伊就比无了，所以安怎做入去的时呢？你看伊拍输人，伊个去入去的厝呢，回想出去，安福伊安怎朋友好，我出去，等你看。叫伊出去，一个朋友个好，回想入来，哦，朋友 friend，I come in。第二道，看个未起红，嘿，回想忙 get out，哦，朋友我出，个叫伊入来，忙 come in，哦 friend，I come in。第三道个叫伊出，第三道个叫伊入。连第四道一叫伊出，叫伊入呢，不但买拍插了，这买拍插了的时，伊讲我买拍插，好，你若是买拍插啊，他那我要问你几哪条问题啊？这边人听好，这边是经来了，你听好，那你我问你几哪行？你若是无爱因我掠你。掂路这个幸福港会飞掂路落港，也是无听到我用这个力掐你心肝起来，也是我会做互你笑。佛解讲 ，friend， 我看天顶甲下底无一个红光，无一个神明会伤着我，会掠我去掂落幸福港。会掐我心肝，无一个会做。特别你爱问下面问题，你做你问，所以问头一条问题。做人，虾米物件是第一好的机会？啊，你人想看，虾米好的机会，人想看啦。教人就好的红好哦，本是靠你人想讲好啊，哇！我咧坑，我咧大波人真正好，大家去搞路打零，变到打零底，路那是拖100，以后路200，好无真正好，特别来破病时啊，路惊，安尼对手有惊了，安尼你若是讲 accident 了，路无食无困了，安尼死呢，路磕头甲头壳正，路考着年头考甲年尾。考无，所以不但话啥物啊？安尼笑才有考。那是咧大波人歹呢，只是咁叻来路，你来去弄只车，按照弄个不是啊？啊，所以看啊，你看好好啊，不但讲的话无错啊，逐人讲啊，我每几那人若是你教人就好诶，大波人好，快乐无？快乐咯，死咯，或者阮看办法咯，那是谈着安尼。去
จิตใจ是苦，所以世間裏面講，所以咪講頭一項，蝦米最好嘅教會；第二項，對了蝦米，結尾我會真正快樂；第三項，世間嘅味素，蝦米味素第一好嘅味素，有人上課好看啦。第四項。安怎要生活是最好嘅生活，這四項你答應我。然後頭一項講，最好嘅教會，就是做人是信力、信佛或正。人今日若是無相信佛或正，蝦米伊本敢做？伊去殺人放火了，拍超人了，他等伊個來講啊。天講喂，我今日拜我只小豬啊，小我無罪啊，無未小無罪，所以這個物件就是講，到一個人有信佛或正，伊對；人若是聽經了無信，伊無對；人若是聽經了半信半無信，伊一半時對，一半時無對。特別人若是聽經了信了，伊聽經。伊目睭無呢，伊耳仔無咧，點點看了，轉去伊考慮，哎呀，安尼有影啦，安尼有影，安尼有影，連伊吐絲做，這個是叫到伊心力真正強，伊做啥物？伊惡伊咪做了，伊保持伊過伊誤解，伊刮伊貪錢痴，所以這個就是講心力若是有。是正教會，咱來想啊，家路人做全世界第一好嘢嘅人啦，好咯，檳榔甲了，你搭規間厝，搭規個檳榔嘅地甲厝甲了是女嘅啦，世界第有鐳啊，特別離開世間嘅時，你人賺5점錢滿賺去，所以過啲巧個。叫佢出事，你無就做安尼好嘢，你個無保持，你個無修理戒，你去啲惡嘅所在了。你我逐個講，教會愈濟接觸愈強，教會若是無，我逐個做咗工處，我逐個看，若是講無人要死，我逐個問，有時問到只無類人，阿伯，你係防路咪解無？伊講，阿爸喂，我某啊無，囝啊無，死嘛死咯，真正好啊！較早死較早好，如果我大舊年嘅時間了是稻洲人，所以較濟我講稻洲外界嘅人，so, 好嘢人啊！我有一個朋友知無，伊要死嘅點聲，伊叫伊寶來，伊寶講，你要煩惱蝦米？你開我去拄你順和我甲人幾條，佮加半點鐘要死了，做咩啊？你順看我甲人幾條，伊驚咩？驚也驚，啊未斷開也驚去甲人出了，去斷了。安尼要啲接觸，你阿甲伊會趁出事做人嘅，未趁出事做人。不得講貪錢錢抱起來無了，所以心力有，你會記無？咱嘅薩利布達嘅嘛，伊無相信佛法正，了有自己薩利布達要去倒嘅嘛，徛喺門口去討食，伊講死囡仔，教會40年唔買來睇。甘願來去徛啲咧，廿咧淡布攏啲做去食。我咧神路會咧神路話廿號你去騎咧神路會分批啦。伊命安尼啊，蝦米屬於命？無相信佛法正，未來安怎做？伊要伊這個沙利佛要死嘅時，起啲伊個馬會位 ，and then 你人會記照告訴，未來伊要斷開嘅點聲，你看。四大金剛來跪拜，了伊嘛未趁入到啲門房間外面啲看，他哋問了佢這四個拜了背出，過一個來入來房間跪拜，亦驚了跪拜三道了背出，他哋過一個來，我嘅跪上個12點嘅跪拜亦驚了出，了尾來亦驚就講，他那會使好嘅嘛，對入來看我，就入來呢一門驚會驚。咁啊！我要入伊人買好啊！入我到啲門口看到死個像紅光咧，背啲藤仔入來跪拜咯，就蝦米物件來？講這四大金剛，
哦，四大金刚来我厝，了最较大囝喂，阿嬷，到伊跪拜我是我较大。哇！喂，囝出家做伙烧车，去食啊，去行去捌，今日四大金刚本就来跪拜。囝喂，第二个是最，阿嬷喂，第二个是萨格利瓦拉只天公，哈，天公来我厝啊，是最较大。阿嬷喂，到伊跪拜我就是我较大。不要老了，哪有甜了？第三道，嗰一身呢，伊入来的是关上啊12点日到时的关。阿嬷，这个日名落去拜，这是台湾天王。台湾天王来我厝啊，是阿嬷，最较大。阿嬷，甲伊跪拜我，就是我较大。阿嬷袂讲话，虾米事袂讲话？伊那面伊满记的时候。我囝出家，一个出，两个出，7个加了出，也就是特别好。第二项，我看我囝想去食啲土质，就是贪啊！台湾天王本来跪拜伊，第三个想一想虾米？伊是道地来，这个道地娘娘，台湾天王来跪拜伊。伊个先生呢，毋是酷较厉害啊！伊安尼想，伊囝看着伊嘛会想，咱伊嘛，伊囝安怎讲？阿嬷听好好，伊特别说巴嘎哇阿拉汉，伊是阿拉汉清白像个白包，什么想不到，伊吹着个路是伊家己吹着，无人看，无人教伊，无先生，什么想不到，为家才能那上班咯，伊个地位。伊这个界一点垃圾分无，伊特别说巴个啦，讲甲伊特别说了呢，扑一马摊一个罗汉，你看着一马摊就一个罗汉，我答我马会整了，你虾米事？一马就摊着一个罗汉，伊这个心力屈活整，地无了，如按照你亚多睇讲，你讲屈无样。你讲佛经无影，你来无讲我哋日都睇你头壳，伊咁文思，这个就是 unshakable faith in the Buddha Dharma Sangha， 就是谈着一个罗汉布达讲是真正达，所以头一个教会，第一好嘅教会就是信力，人会做虾米就是信力。第二个问题问讲，对虾米物件买来食会真正快乐。有 virtue practice well brings happiness。 virtue 就是啥道德，啥道德行。人若是道德，伊有戒，伊无乱做，伊讲话有对是大人有礼貌，对细汉大细拢总伊有慈悲，伊有欢喜，伊有谢。若是人骂伊谢个讲，人若是好讲好话，伊欢喜心。and then 伊真正吉善人，伊真西洋人要看人啲坎坷，伊要这四项慈悲喜谢伊有，所以这个也叫做人有道德，伊有戒，伊未破。你若是安尼对这个戒，甲这个伊有这道德行，达是一起到落是真正快乐的快乐。第三项，虾米慈悲？第一爽的慈悲，第一好的慈悲。虾米虾米味素第一好食？我想有真正侪人乱拍算上啊！虾米味素？胡椒哦，烟藕啊，浸糊我想问下对啊？无，就虾米啊？坐善了，担着了，看着了，坐甲你看着，虾米是立团？后来你谈着一个罗汉啊 ，the taste of truth。正你当着看着立团，你再讲100%无我无你无我，and 迄个是正 free of concepts， 无观念了，and 迄个啊是真正快乐。第四项贪食虾米着咯？
咱看着我刮较低，比较上来你讲这个啊，就闹起在了我买我呢再去了后礼拜咱就去别位了啦，就去较咧较深淡薄了。所以第四项趁食物，咱要趁食物件，咱唔通想着人，唔通想着家己。啥讲啊？咱卖毒药啦，咱卖酒啦，咱卖酒啊，咱趁钱，特别咧食酒的人想着伊食酒醉了，伊去炒乱的家庭，伊无叫乱的，虾米乱？看可做酒卖毒药卖，卖这个霸气卖，了这个几项啊卖。为人爱卖这我爱物件，我卖猪啦，卖虾米？你卖这猪啦、牛啦、鸡啦，虾米要去互人睇？所以这个物件 ，living beings 卖，了卖武剑不卖，这个讲武剑，了卖这禽兽，也是为人个卖人，互人去做查甫干，互人去做虾米？了卖酒，卖这个毒药，甲卖这个肉，这个拢总卖。所以这个是讲趁食做人的，这趁食着路，莫去想着人。出家人不到本有价钱啊，这项出家人袂使讲啊，咱我人出家人，我人袂使乒乓讲，我有行动力，我有虾米袂使。了我本袂使讲，我的规矩甲我的花钱啊济，我渐渐讲老翘啊，我渐渐夹好，那我互你夹转去插落厝，那这个我食袂了的规矩，那渐渐夹去，这个袂使。这物件想讲我互你了饼有感情，了佫第三项有诶回想，啥讲啊？伊渐渐互你物件，伊互你细项诶命，希望讲你会互伊大项诶物件。这个老早拢总不大讲趁食毋着咯。落来这个阿苏罗个梅佛，佫叫4项个，虾米会假是会刮掉咱诶药费？第2项，虾米会假是会买来刮切断这个生老病死？第三项，虾米会假是对了大致这个苦海，我无讲会担着一点的苦。第4项，对了虾米？我结尾会谈着完全清白 ，absolute purity。按这边佛讲，教你来要刮断这个药费啊，头一项，你本就要相信，相信虾米？相信让佛教你保持受戒戒善，你保持你刮出的贪。所以保持是刮贪，所以你若是有无了，过一个查某来过甜，哎呀，我买，我一个无够了，所以你会贪较无，了你受戒，你买啦，特别查某直来过甜，甲你人讲啊，直拜买来茶头本变啥，所以你看若是讲你有戒，若是查某来直过甜，甲你。我有戒 ，please 你唔通动我。and then 你去看戒，伊是正打 break 了，被乱做了。and then 第3项买来保持受戒戒善，到伊直戒善戒头伊戒时，伊贪嗔痴渐渐浮起来，伊直戒善的是 rising falling，伊听着天，伊耳啊听着。一件虾米？我长灰啊！我买龟鸡麻一只大件啊！他等于味着，你看伊系我用阮了芳哦，拢总贪嗔痴浮起，对这个直接线，and then 若是坐较深，听着声味着，伊无讲我用粉，无讲芳，伊无讲虾米味着，伊直去买来贪嗔痴无。and then 买来若是直接，伊跟看着这水的物件、芳的物件、好食的物件，伊会惊，迄个就是界限较深了。伊看着白啊，
这边就是讲啊，不大讲啊，安尼款啊，就是叫做地位，唔使想的，伊家己浮起来，伊看到这六根的享受，正是毒药。佛教的点声，因为教你看站啊，你将拖去 night club， 伊嚷伊吼伊买去就是买去，他那你叫伊去，那是借钱，叫咱你去 night club 啦，免啦，行啊。我不应该我借钱啦，一般时免啦来啦，好啦，无 steady 过，但比你教你看站，有大要买啊，你看到这个六根的享受的物件。是正毒药。你这边一条经不到讲，乃是教咧看站啊！一看到水的物件，伊头家己吃。然后你看有个回销，伊这边教甲咧看站，有一日伊行一巴，了一个查某行过，然后这查某掉伫要成这个回销，来笑甲嘿嘿。伊安尼无条件看到咧嘿嘿安尼啊！伊会卖接受翕一个小影起来，哎呀，吹起成个老虎呢！你一看到啥无吧？哎呀，甲了是骨，规个甲了是骨。后头咧查某是真正水，一看到甲了真正野鸟，真正野鸟，安尼慢一滚来，一生死过落汉啦，噗噗，伊家己来，所有人直直坐，所有人来坐先啊！你看，你爱跋筊，你买跋；你爱下个，伊买下个。如爱去吹查某，你看到伊买，你叫讲大只，唔免啦，食一包就好了。所以这个就是讲啊，因为信力人对界定位，一尾一跳出这个挂断这个约会。第二项的问题，因为讲安怎就脱离这个生老病死，这边不大讲。因为这个骨力心 diligence， 阿莫话讲 right diligence， 真正骨力要来坐禅，当下坐禅的暗路看，有时使到来时，查某拼着3礼拜1个月，早起坐到暗，这个就是真正骨力来坐禅。第四项伊讲，什么物件要消灭这个苦世间的苦？这边不大讲 by right exertion 是这样出力甲骨力无相，骨力就是骨力坐禅，出力啊！你这有个人讲我骨力坐禅，特别坐禅啊，我一个坐禅就坐，早起坐到暗，特别坐到暗，坐啦点来看无半项啊！讲了有当时坐了一半时。骨力坐一坐无困，规摆坐，代表伊无一个出力，要看伊起来信甲顶面，要看伊落会顶面，看伊落甲会底，这个就叫做骨力，这个是骨力甲出力无相，所以哪项要爱有，要安怎样要谈到正清白完全。这个就是不当，坐到尾来，你看到立团，你心的垃圾，拢总盐底无了，挽起来参见，这你来挽起来参见，贪亲戚无，你明白立团下面，你死了，你是完全消除这个苦，这个啊是地位就是讲啊，你看到100%的无我，落来一个唔甘愿，一个每个。最会谈到这个地位，第二项最会谈社会，第三项最会谈到名声，第四项最会做朋友。咱讲不大讲，最会谈到地位啊！伊这个人啊，渐不力甲出力，直坐禅，了伊精神直管，未来伊谈到这个叫做 supramundane consciousness。阿莫话讲 superhuman consciousness， 一谈到这个跳出苦海的这个精神，伊啦谈地位，最会谈到社会，人不大讲，一个人管是所做的物件是对的物件，骨力做，出力做，
伊无论伊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还是伊要做行的路是仙路，还是这生理路，伊定着直直去，直直摊累，直直去，直直摊累。那最最一摊着名声，人那是所做的物件，种种直直，种种实实啊 ，truthfulness， 做事实，在在实实。唔通骗家己，真正济人有啦，我有修戒，我有坐仙啦，你唔知我通啊真正好啦，你知十我身体无了，解了就阿莫话讲 blowing her own trumpet， 伊家己伫学落伊家己，你唔通学落家己，你若是直直坐，直直坐，你身体直直无贪心，直直无三拜你无惊来讲，哎说即个爸爸无祥咯，囝本来讲，某本来讲，朋友本来讲。或者是正了，或者是 blowing on trumpet， 阿莫话讲空丁声真正济，你丁也是杂无声。了爱做朋友啥物大量，这个不干，这个世间去看，那是最较大量朋友较济，来加开加请朋友来，这个叫做 charitableness makes friends 啊，所以这边不大有讲。一不道讲来听，阿拉我讲，你若是无明白，你无啥无满足，我讲这个几项，这个几项合起来正是这个四项，爱种种实实头一项，爱德行道德高律戒 righteousness 两项，第三项爱骨力甲出力，第四项爱保持，你看。小保持真正要紧，有了这个四项，这个人早甲晚是